那就台北市政府现在处理的话是短期的问题，那就整个经济短中长期来讲我们现在要做就以一个病人的比例来讲，就是我们要先止血，那将来这个重要术不算是输血，那至于说长期那个就是强身健本，那另外再讲。所以我们今年是这样，我们要先处理6月内防止有企业倒闭的这种情形引起的失业，所以我们需要处理。所以台北市政府要应付这个几点我们大概有6项。第一项是延税的从3月1号起来如果企业有办法证明说跟去年同期相比它的营业额下降超过10%的我们可以税1年，就是说先暂时那个税不要跟你征收，可以延税1年。那这个利息的补贴部分是我们台北市政府要想卖数，所以第一个是延税，再来是减租了我们是有的房地全面减租50% 的，从3月1号开始，3月1号开始3个月。那随着疫情的需要我们可以再延长，所以每次就以3个月为，我们先3、4、5 3个月，要到5月的时候有必要我们再延期。那现在看起来应该是会延期的，所以是有房地的全面减租50%，但是我们要求说跟台北市政府租地的这些比较大的厂商，如果他在转租的话，他也必须同样的要下降50%，我们要会写在契约里面，所以全面减租50%。再是减价了营业用水全面减价15%。那如果是防疫医院、防疫旅馆因为它有帮助我们防疫的这个我们的自来水减价50%，或者是因为水是台北市政府管的自来水是什么？那台电这个电不归我管，那就看中央怎么处理。那是减价，第3个减价。再来是优息的我们利息可以在现有的利息比率可以再降2.25%，其中北富银它是降1码，我们降4，合起来是1.25%的。那如果是公营当铺的利息直接就减50%，因为这是穷人的调度的钱这减的比较多。那公营当铺利息降50%，那中小企业的跟新创事业的贷款再降1.25%。再来是补贴了我们这个居家隔离、居家检疫的，如果你家里不适合的话那就是你正常的家、比较健康的家去外面住旅馆。这种之前已经宣布过每一个人就是以被检疫者为单位要补助7000块。所以我们是这样，如果家里不适合到居家检疫，干脆有问题的时候住家，跟他健康家去外面管。我们这一个 case 就补助7000块。那另外有一个要降税，因为这段期间有很多商店因为它营业面积缩小，你知道所以楼层停用的部分房屋税要从3%降2%。那另外我们今年娱乐税也有下降，那个细节等一下财政局会再公布。所以我们主要有分6项延税、减价、减租、补贴，还有一个降税，还有一个就是优息，大概分6项来处理。好，大概就这样。